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带大家去平湖来看一年一届的万紫菜季节又过来啊！拢总200外民众坐小车船来到高波苏，因阿邀日咧万紫菜，看起来经验真地道，也过家己做希望啊，家己做手农和做草鞋。这几年因为平湖海面的本数较济，县政府即马考虑讲，互民众免费来到这个所在来万菜，也过会当减扣本数、减碳外劳啊，1.25往哪减4块。海的几落车船为高波苏的方向驶去，平湖一年一届的紫菜收成季开始啊！200外的民众去哩岛顶的泡放落，大家就拢做伙开始挽紫菜。莫想讲挽紫菜就敢若压落去，用手来挽，这么简单。看卖啊，较有经验的民众，挂家己做的希望手落啊，佮青草鞋，手落啊表面真粗，互人会当挽更加侪紫菜。啊，唔捌放假啊，就这样把它抓起来呀，处理处理啊，这天较细啦。专业甲无专业？今年安尼收哦，一捆收3、5，嘿啦，但是吼要卖人足少，所以厉害了，挽的无济。想要挽紫菜，唔但爱提早报名，一个人佮爱交1000块。今年县政府因为平湖为海的冲起来本数真济，考虑开放予游客免费来体验，不过爱斗3共拼环境。就要赶过年，今年底来的复国起风哦，所以趁今仔天气好，先第一遍来休闲，让有兴趣的人来进滩以后，顺便采紫菜，体会一下我们的野生紫菜。受到天气的影响，今年紫菜产量减少，因年紫菜收的价少，一斤差不多是300块，今年起到要400-500块。嘛，后挽紫菜的民众会当趁过年前来趁瓜外劳啊！记者综合报道。